本港目前為大眾提供大腸癌、子宮頸同乙型肝炎等免費或者資助嘅篩查，其餘大多數嘅體檢都係要自費。體檢你要知系列第一集，講下市面上提供嘅各種體檢套餐，係唔係每樣都有必要呢？天氣轉熱，又到游水嘅時間，但亦都增加咗細菌同病毒傳染嘅風險。紅眼症就係其中一個常見嘅傳染疾病。萬一出現眼睛發炎或者腫脹，應該點樣處理？又可以點樣預防呢？佢係71歲嘅李先生，12年前曾經心臟血管閉塞，要通波仔。中學開始就代表學校打乒乓波。其實我哋依家係年紀大咧，就最主要係做運動健身啦。咁可以譬如話知道自己個肺氣量啊。一次無意間嘅身體檢查，先發現最大嘅健康問題唔係喺心臟，而係喺前列腺。就係睇到醫生嗰個醫務所個 poster 咯。每晚超過3次小便嘅，咁咧你過咗呢個50零歲咧，前列腺指數，咁咪要開始檢查噶啦。咁我咪去檢查啦。但係當時檢查咧，我係去到3.9，唔超過4咧。私家醫生冇叫我去繼續檢查啦。我後尾再突然間感覺，咦，我橫掂係心臟覆診，咁我咪叫心臟科醫生同我寫紙泌尿科咯。但係去到第4個醫生先肯同我寫啦。我又唔急又唔趕嘅，所以我冇自己去排門診咯，可以麻煩嘅。就係咁，病情冇得到及時控制。2年之後，李生等到轉介去泌尿專科，但已經確診前列腺癌3期。佢都後悔冇定期做追蹤檢查，冇話定時身體檢查，冇呢下嘢。因為一路我自己好少病痛嘅。我係自己患咗前列腺癌之後咧，先至去了解我其他兄弟。我6兄弟有5個有啊嘛。抽血同影像檢查係用嚟篩查疾病同斷症嘅主要方法。病人一般睇家庭醫生嗰陣，想做進一步檢查，可以同醫生提出。咁當你有呢個家庭醫生知道你嘅病史，知道你屋企嘅狀況，咁就可以咧，根據你適合嘅情況咧，去提供一啲適合嘅測試。基本上90%以上嘅問題咧，都可以喺基層嗰度咧解決。咁可能咧，大約有3%、4% 左右嘅情況啦，就需要轉介。當然有啲係即係一啲比較嚴重嘅疾病啦，或者一啲急性嘅疾病啦，咁就多數就會去醫院㗎啦。市面有唔少體檢中心提供各式各樣嘅體檢項目，家庭醫生就話選擇嘅時候要謹慎。咁好多時候我自己本身啲病人咧，因為慢性疾病，咁好多我哋都定期幫佢驗㗎啦。咁所以好多時候就重複咗。咁亦都因為啲套餐本身佢嘅價錢嘅問題啦，因為睇餸食飯咁啦嚇，咁就可能咧驗一啲唔係佢最需要嘅疾病。咁結果咧就係應該要做嘅就冇做，唔應該要做咧可能就年年做。呢啲都係常見嘅身體檢查計劃啦。我哋攝製隊隨機揾咗一間體檢中心嘅標準健康檢查套餐單張，俾黃醫生睇睇係咪每樣檢查都有必要。檢查分咗12個大項，主要透過驗血同驗尿、做血中脂肪檢查、血液常規檢查、尿液常規篩檢、大便檢查、血糖檢查、肝腎功能檢查、肝炎檢查、鈣磷同血清鐵檢查、尿酸檢查、組織發炎篩檢同腫瘤標記檢查。血脂咧，同呢個血糖一樣，如果係45歲以上啦，我哋都建議係需要做嘅，甚至乎每年係要做一次。
至於大便嘅篩查咧係有作用嘅，佢大約有7到9成嘅準確率嘅。尿液檢查咧亦都係一個好常見做嘅嘢，咁你亦都見到尿液檢查裏邊有好多個項目嘅。咁但係咧，佢個作用同埋佢哋喺研究裏面，佢實際上嘅幫助唔大。肝功能啦，我哋成日都聽，或者腎功能咧，一般嚟講咧都冇特別嘅意義嘅作為篩查。乙型肝炎啦，如果你未測試過嘅，1988年之前出生嘅咧，就適合做呢個表面抗原嘅測試啦。所謂嘅組織發炎篩查啦，聽落哇，好似好常見、好大件事喎。咁你見到裏邊嘅咧啲類風濕嘅關節炎嘅因子，咁呢樣嘢喺中國人嚟講其實好少有嘅，所以咧亦都唔適合做篩查。黃醫生話，除非心臟唔舒服，否則做心電圖檢查嘅作用不大。佢又話，腫瘤標記未必可以篩查出早期嘅癌症。一啲高風險疾病做其他檢查，可能更加有助及早發現。有啲亦都係專係女性嘅，例如話係乳癌啊、子宮頸癌嘅檢查。咁啊，超音波基本上作為篩查咧，一般都唔係太有用㗎啦。30歲以下嘅女性個乳房係比較密度係高啲嘅，如果用一般嘅乳房造影咧，就可能唔係好適合。咁所以咧，30歲以上咧，我哋就用乳房造影做篩查，咁呢個係建議嘅。男性嘅話咧，就係做呢個前列腺指數，咁都證明係有效嘅。患上前列腺癌嘅李先生確診癌症之後，積極接受36次嘅電療，現時病情已經受控。喺前列腺癌病人互助組織前線會擔任主席，鼓勵公眾及早正視健康。因為你早啲知道咧，就早啲可以醫好，就唔需要等到末期啦。做一個簡單嘅抽血檢查，咁你就係屬於安全冇嘢，就咪攞個安心咯。只係做一個預防性質。作為過來人，佢亦鼓勵公眾定期做身體檢查。定時檢查身體咧，如果你係費用唔高嘅，我覺得係非常好嘅。但係如果你檢查身體要1、2千、2、3千咁樣嚟做一個全身檢查，我覺得唔係個個負擔得起咯。佢咧就其實整體咧都唔係話好擔心嘅。針對個別身體部位或者病症，有人會打算做更加深入嘅影像掃描檢查。泌尿科專科醫生趙家峰話：呢啲檢查最好都係經醫生安排進行。無論係家庭醫生啦，或者我哋泌尿科專科醫生咧，暫時嘅數據都唔建議話病人就我直接行過去，不如做個照一照個前列腺啦，或者不如做個全身性嘅掃描，咁咪乜都 check 晒啦。冇必要嘅掃描咧，有時可能會發現咗好多臨床上唔係好重要嘅唔正常，咁就會引致到咧病人一嚟就自己好擔心啦，二嚟就可能會做多幾樣入侵性嘅檢查，為咗去排除一個非常非常低嘅可能性。佢話以泌尿專科為例，即使病人有病徵，都會先建議病人抽血排除其他疾病。當醫生見到較高懷疑嘅情況，會安排病人做進一步嘅掃描檢查。而掃描檢查得出嘅亦只係影像，唔代表100%分析到腫瘤係良性抑或係惡性。做抽組織檢查咧，其實係我哋分嗰個影像上嘅唔正常啦，係良性定係惡性。咁嗰個就係一個所謂叫金標準啦。因為攞俾病理醫生咁樣顯微鏡睇咧，就咁抽組織都即係雖然都好準確，但係唔係話100%嘅。咁有時都有機會有假陰性嘅機會啦，多多少少可能100個都有幾個病人係會有一啲唔舒服啊，可能發炎啊，或者出血啊。前列腺嗰個 MRI 做完啦，咁其實個答案有時唔一定話正常同唔正常咁簡單嘅，10個可能有2個度啦，就係有啲灰色地帶，唔係好肯定，又唔係好擔心，但係又唔能夠話完全正常嘅情況咧。咁我哋可能而家啱啱今年出嘅研究就話，可能嗰一部分嘅病人做個 PET scan 咧，係有機會幫到醫生去睇下需唔需要抽組織嘅。
喺疾病當前，往往難以揾到真正嘅成因。本港5大癌症依次分別係肺癌、乳腺癌、大腸癌、前列腺癌同肝癌。目前政府同地區機構為唔同年齡層提供免費或者資助嘅身體檢查，包括大腸癌篩查、子宮頸抹片檢查同乙型肝炎檢測等等。雖然及早篩查有助早發現、早治療，但醫生都會考慮病人成功康復嘅機會。即係例如你話嗰位男士係65歲或者70歲，咁個醫生就要評估佢個整體健康啦。如果佢話哇嗰個人都中咗風幾次，行路都行唔到，心臟又唔係幾好嘅，又氣喘嘅，咁其實嗰個病人就可能評估擔心佢都未必有10年嘅存活率喎，可能。咁你做一啲早期癌症嘅篩查咧，都唔肯定係咪幫到個病人。咁如果唔係好幫到個病人嘅情況下咧，我哋不如就唔好做啲無謂嘅檢查。咁但係如果同一個病人，頭先講嗰個65歲病人身體冇乜咩唔舒服嘅，就算70歲，我哋都可能會同佢做檢查。有時病咗在所難免，治療期間縱然覺得攰、沮喪，改變心態可能係最佳良藥。一講到一啲嚴重嘅疾病 cancer 咁你突然之間你可能一片空白㗎，即係講咗咩完全聽唔到㗎，因為從來都即係可能冇諗過呢個原因啦，亦都係好似被判死刑咁樣。咁嗰一刻其實有個人喺你隔離，有一個熟悉嘅人知道你扶住你一手，係有好大分別㗎。平時嘅冇病冇痛嘅，要食得好啦，瞓得好啦，跟住咧就常常做運動啦，然之後咧心情開朗。你真係容晒啦，小姐啊！咁多位你哋好，我係演員鳳青池。既然係 last 一個，就俾佢 freestyle 咁演咯。